在地人在地前，明仔载拜六伫台南的主殿的老街有一项闹热的活动，这是一年一摆主殿的笋仔节。这个乡亲也去现场顺利过五关食，这个奖品是超过2斤的麻竹笋，另外还有400份的笋仔料理，会当互你食免惊的。 为着要推广在地的农产品，指定区公所、到达农会社区、农民和地方创新等等单位，伫咧明仔载要伫咧指定老街举办114年指定笋仔节产业活动。今年6月到10月份是麻竹笋的大出的时间点，尤其指定中山社区镇的麻竹笋，食起来口感袂输乎绿竹笋。现场吼会当食着笋仔所做的料理，4、5种，甚至这种笋会当做凉笋。哦，互伊滚了后，一定要冷水哦，袂使等水滚大，笋仔落去，安尼空起来较歹食。 伫咧这一边笋仔节活动内底，唔乃当食到潮时的笋仔料理，现场嘛有走管理活动，民众若是通过5关卡，对当得到2斤以上的麻竹笋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